中共原政協副主席陳武靴子落地。2026年8月24號15:05，陳武因病喺北京逝世，得年71歲。新華社訃告俾咗優秀、忠誠同埋民族工作同經濟建設戰線傑出領導人嘅諡號。所有都唔再追究啦，屋企人都可以放心。陳武係為數不多早喺政壇消匿嘅喺任副國級官員。能查到陳武最後一次有公開報道出席嘅活動，係2025年11月1號嘅中共政協14屆常委會第14次會議。陳武一生大半時間都喺廣西當咗7年主席，但係無獲得廣西王嘅加冕。2020年陳武讓位俾藍天立，佢以前嘅副手。2025年5月16號，藍天立被官宣調查，同年12月4號被雙開。陳武嘅命運也因此暗中勾連，呢位排名喺大約13位嘅副主席就再無出現喺副主席應該出席嘅會議上面。有人講廣西倒查30年，陳武就已經被緊箍咒扣住；有人講茅利太多。陳武係選擇性離開。中共最高檢喺2026年4月29號通報藍天立涉嫌受賄罪一案。經中共監委調查終列，最高檢指定由湖南省常德市檢院已經向常德市中院提起公訴。但比較意外嘅係，中共刑訴法規定，法院受理公訴案件之後，一般應當喺2個月以內宣判，最節唔可以超過3個月。藍天立案件截止日應為2026年7月29號，過了呢個時效。不過，中共法律早就千瘡百孔，又有補充規定。話受賄數額特別巨大而且案情複雜嘅案件，可以報稱上一級法院批准延長3個月，其中仲唔乏補充偵查之類嘅過場，另外仲可以無限期延長。但就係呢一延長，卻縮短咗陳武嘅壽命。陳武係個平淡無奇嘅角色，足於穩妥型技術官僚嘅典型。喺有特工特務嘅副國級待遇中，未滿72歲就過身，係好罕見嘅。所以被氣死或者被安排拔調插管都有可能。陳武由廣西西平大米庵工人做起，公轉趕走過來，被派去德國進修學經濟鍍金，獲得培養與信任，沾光佢嘅藏族出身。喺眼睜睜看着劉奇葆、郭聲琨主政廣西之後，陳武同彭清華搭檔，最後又同陸心社聯手。關鍵係陳武靠喺德國進修學到嘅功夫，喺廣西推動北部環經濟鈎上升為國家戰略嘅核心，為藍天立最終構建權力網絡，形成猖獗嘅門閥勢力、瘋狂貪腐，打好咗堅實基礎。所以陳武係因藍天立而去，係大概率。呢個唔係人走茶涼，係人走咗，撞嘢都跟住走咗，家屬們都清白咗。不過從陳武短暫嘅一生可言，正直係個關鍵詞。習近平喺最近嘅江澤民100年冥誕上嘅講話，再次提到佢自己嘅新時代、新征程上，關於政績嘅呢啲事，將官運嘅作聲同政績牢牢綁定，反扶路濤樹立同踐行正確政績觀，暗示咗一手撈錢、一手找政績嘅官運列局都會好悲催。陳武似乎俾出咗現身說法。陳武離開廣西最後嘅政績係交給許家印來完成嘅。2020年。許家印嘅恒大聲稱狂砸投資1200億元喺廣西打造大型綜合體崇左扶綏空港文化旅遊城，項目佔地2.8萬畝，相當於約28個故宮嘅面積。當年5月31號，廣西新聞報道話，恒大崇左文化旅遊康養城項目主要包括產業板塊同產業配套板塊兩部分，涵及水世界、溫泉小鎮、人同王國、旅遊小鎮、美食小鎮、文博園、高科農業、養生谷以及學校、公共服務配套同道路、高品質社區等內容，預計5年內完成項目產業部分工程建設，並實現產業全面運營，可帶動上萬人就業。我們可以用政績顯赫來形容。喺扶綏項目全面開工儀式上，陳武宣布項目全面開工，同時陳武同傅家印共同陪土奠基。陸心社繪宴傅家印，仲講咗好多好引嘅粵話。項目開盤時，憑借約4000蚊斜線平米嘅精裝修低價，曾創下20秒銷售25億嘅紀錄。但最終
許家印嘅162脈吐納美樓中，就包括咗呢座空城中嘅樓盤。呢個亦係傅家印埋葬嘅600脈家庭中嘅一部分。呢個邏輯其實唔荒唐，因為前提係鎮武拋出獲得中共國家支持嘅北部環經濟鈎被許家印睇中，而許家印套牌喺之中打造南令空港經濟鈎。別少睇傅家印，難道佢嘅信息都係恒大歌舞團嘅性賄賂換來嘅？咁樣許家印嘅地從何而來？譬如仲有1.6脈某林地，話俾就俾，陳武手下嘅部門拿咗多少感謝費，一大堆嘅政治責任。講白咗，許家印用銀行嘅錢開路，地方官運拿國家資源鋪就利益輸送嘅管道。許家印費宏嘅事業係官運嘅正值，陳武嘅政績係官運順暢。2020年11月，陳武就榮升中共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習近平20大，陳武被繼續使用，派往王滬寧手下出任政協副主席。想當初，陳武控制嘅媒體話，恒大集團服務廣西，輻射全國。睇今日，啲人話，恒大其實係中共權貴嘅白手套，許家印嘅恒大就係一部政績製造機，但同時又係爛尾製造器。許家印製造嘅政績可以令官運升官發財，而許家印嘅爛尾製造器嘅後果同官運無關，銀行亦唔擔責，而係苦咗百姓。呢個亦係專制政權嘅特色。恒大背債，許家印頂缸，被逼贖罪。中共製造咗傅家印，當官運懷利頗豐之後，將傅家印踩進陰溝，但官運逃退唔咗天譴。節骨眼上，陳武利世喺本命年嘅呢一年。呢個係所有官運嘅本命。陳武因藍天立而消失，定係因許家印而被連帶？呢啲都唔重要，重要嘅係都係因果報應。附帶講一下，前無多久嘅江澤民冥誕100週年紀念會，嗰係一個退休副國級以上老人嘅聚會，但卻有4名正國級官運缺席，另外有44名副國級官運斷片。睇睇下面嘅名單。你猜陳武之後會輪到哪一個命喪黃泉？